第11章第1節，迄時天下的口音、言語攏一樣。因刷去當時的時陣，佇西乃地拄着一片的邊洋，就住佇遐。因大家參詳講：來啊，咱着做莊，燒互伊食。因有莊通退石，閣有石油通退稀土。閣講：來啊，咱着起城甲塔，塔頂拄天，為咱立一個名，免得咱四散佇全地。耶和華降臨，要看世間人所起的城甲塔。耶和華講：看啊，這的百姓攏合一，言語也一樣。現今已經起手做這個事，以後因所要做的，無一項會禁止。來呀，咱落來去，佇遐拍亂因的口音，互因的言語大家袂相通。對安尼，耶和華互因對遐四散佇全地，因就停工，無去迄個城，所以迄個城名叫巴別，因為耶和華佇遐拍亂天下的言語。耶和華互人對遐四散佇全地上。第10節，閃的細蝦記佇下底，閃100歲，大水以後2年，生亞法撒。閃生亞法撒了後，還活500年，閣有生囝查某囝。亞法撒35歲生沙拉，亞法撒生沙拉了後，還活403年，閣有生囝查某囝。沙拉30歲生希伯，沙拉生希伯了後，還活403年，閣有生囝查某囝。希伯34歲生法勒，希伯生法勒了後，還活430年，閣有生囝查某囝。法勒30歲生拿俄，法勒生拿俄了後，還活209年，閣有生囝查某囝。第20節，拿俄32歲生西錄，拿俄生西錄了後，還活207年，閣有生囝查某囝。西錄30歲生拿福，西錄生拿福了後，還活200年，閣有生囝查某囝。拿福29歲生他拉，拿福生他拉了後，還活119年，閣有生囝查某囝。他拉70歲生亞伯蘭、拿福、合蘭。他拉的細歲記佇下底，他拉生亞伯蘭、拿福、合蘭。合蘭生羅得，合蘭死佇伊的老爸他拉的面前，佇伊的本地加勒底的耳城。亞伯蘭、拿福各有娶某，亞伯蘭的某名叫撒萊，拿福的某名叫密加，是合蘭的查某囝。合蘭是密加的老爸，也是以斯加的老爸。第30節，撒萊無懷孕，無囝。他拉娶伊的囝亞伯蘭，甲伊的孫羅得，就是合蘭的囝，以及伊的新婦撒萊，就是伊的囝亞伯蘭的某。因三甲出加勒底的耳城，要去迦南地。因到合蘭就住佇遐。他拉享受205歲，他拉死佇合蘭。